行消華啲斜坡行到攰，點知行下竟然俾我發現咗一間個名叫有咩爹嘅鋪頭。見到個招牌，忍唔住停低咗。原本以為只係噱頭嘢，點知入到去真係有驚喜。呢間鋪位於西營盤東邊街，裝修有種復古嘅風格，好啱同3、5知己一齊嚟。呢度好啱中意打卡嘅你，或者一個人嚟 chill 下。呢度仲有唔少特色嘅物品寄賣，適合中意尋寶嘅你。呢度係一餐多房，點菜方面主要有3種選擇。我同朋友今次就揀咗前2種，味道好有小店特色，係用心製作嘅小店，推介大家揾日同朋友一齊嚟試下。中意呢段片嘅朋友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下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